大家好啊！今日我係介紹俾大家認識嘅就係山坑石。山坑石分佈於壽山、岳陽兩鄉，大約10幾公里方圓嘅岩層中。石質係因為礦物嘅廣潤產地不同，各具特色，所以佢嘅色澤係變化無窮，特別引人入勝嘅。山坑石脈咧，大約分為15個礦脈，譬如有高山礦脈啦、都城坑礦脈、岳陽山嘅礦脈、旗降山礦脈、嘉良山嘅礦脈等等。首先我介紹俾大家睇嘅就係高山礦脈，即係高山石啦。高山石有咩品種咧？有和尚洞高山啦、馬路洞高山啦、水洞高山、細圓洞高山、亂亂洞高山、四股四高山、掘聖高山、高山精啦、高山洞啦、太極頭啦等等。大家睇到而家呢方咧就係高山嘅馬路洞，色澤鮮豔，非常之通透。林法術大師嘅功，再俾大家睇多次。係咪非常之吸引呢？跟住我會介紹下一種石種俾大家認識。多謝大家收睇。